新的交通部长陈世凯今仔上任，外界批评讲伊无交通专业哦。伊是回应表示讲，部会首长上重要能力是沟通协调，佮有领导力哦。望讲大家当来看伊的表现，才佮互伊指导。伊嘛讲伊任内的重点哦是人本交通，佮有便捷台湾。伊嘛呼吁讲，中国应该赶紧开放团体，会当来台湾观光。为交通部代理部长陈彦彪手任接过印信，陈世凯正式接交通部长。针对外界质疑伊并不是交通的科班，相关的经验无够等等。伊讲伊无少年啊，不过伊的优势是沟通协调的能力。作为这个部会首长，最重要的关键的能力，我认为是沟通，我认为是协调，那我认为是还有领导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陈世凯表示，上任了后，伊会拍拼推动人本交通便捷台湾，会甲地方清点交通的问题。另外，各界关注的观光，嘛是伊施政的重点。也若去中国旅游禁团令当时的解禁，伊认为关键是中国。现在的状况是，去的多，来的少。竭诚的呼吁，这个大陆方面能够赶快紧速的开放，中国的这个旅游的观光的人士可以来到台湾。也若29年无起代替车票的计数，可能伫下半年来调整。前部长李明嘉捌指示。台铁公司伫9月底进前，爱提出票价调整的方案。陈世凯讲会延续前部长政策的基程，兼顾台铁永续经营甲民众的需求。再去伫交接典礼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金德嘛鼓励陈世凯会当贯彻府院的政策。总统竞选期间，那么陈部长是担任竞选总部的发言人，非常这个了解整个未来要推动的政见。赖总统要推动的国家希望工程的内容。陈世凯伫交接典礼了后，随参加交通部部务会议。伊讲交通部爱处理的问题真多，包括起新的航站、高铁延伸，还有车路安全的问题，拢是需要关注的。这问题清点了后，会一个一个来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